儿童读经班呢，只是咱逐礼拜拜六的下暗吼，咱的7点半，甲咱的9点的时间吼。啊，这咱看到拢是咱的小天使，啊，拄仔咱老菩萨来讲，咱这是小天使。哦，因的班嘛是各点时啦吼，有时仔你看嘛真济，但是这个班是以读经为主，读的是四书五经，四书五经。咱读经就是读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中庸》啦吼，啊，搁有咱的，比如讲咱的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啦，《百孝经》啦，所有咱进化的经典拢有咧读。啊，囡仔来读经呢，伊的智慧会当开，啊，伊的心会当静，啊，会交咱的士大人较好沟通。咱就大概看一下因的动态的影。参加读经会考的小朋友吼，今年上细汉的2岁哦，2岁，哦7岁哦，阿袂2岁，7岁上完。哦。这拢是咱的志工老师在带吼。蚕宝宝。真是神啊！这嘛联合大学的老师吼来教因做这个手提的迄个水豚手提袋。
哦，这个加拿大。